银发族必看4大该远离的健康地雷与4大必吃的冷冻超级食物。欢迎所有关心自身与长辈健康的朋友。您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家中的冷冻库里到底藏了些什么？许多长辈认为冷冻食品既方便又耐放，甚至觉得它们还算健康，毕竟只需几分钟就能上桌。但令人震惊的事实是，某些您在忙碌时随手拿取的冷冻食品，可能正日复一日地加速您身体的老化。研究显示，错误的冷冻食品不只会导致体重增加，还会造成血糖飙升，诱发关节发炎，甚至加速记忆力衰退。事实上，我们即将揭露的一款常见冷冻食品，已被证实与60岁以上成人中风险增加36%有关。然而，这却是台湾许多家庭冷冻库中最常见的品项之一。不过，这里也有个好消息，并非所有冷冻食品都是有害的。事实上，如果挑选得当，某些冷冻食品甚至比新鲜食材更营养。它们能帮助保护心脏，重建流失的肌肉，提升记忆力，并让您在70岁、80岁甚至更年长时依然保有充沛的活力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揭晓60岁后绝对不要触碰的4种冷冻地雷，以及为了维持强壮、独立与健康，您每天应该摄取的4种冷冻超级食物。我们会深入解释为什么某些食物在破坏您的身体，而哪些食物则能为您的生命增添光彩。在开始之前，想请教大家，您家冷冻库最常出现的食品是什么？您是否曾在吃完冷冻食品后感到身体特别水肿、关节僵硬或是脑袋昏沉？欢迎在下方分享您的经验。现在，让我们从危险清单开始，其中第4名可能就躺在您现在的冷冻库里。危险清单第4名，冷冻披萨，躺在冷冻库的代谢灾难。累了一整天不想下厨时，从冷冻库拿出一块披萨放进烤箱，几分钟就能解决晚餐，听起来很方便，对吧？但这是大多数长辈没听过的真相。冷冻披萨是60岁后最糟糕的选择之一。每一口披萨都包含了高钠、精致淀粉与加工油脂，这正是高龄身体最无法负荷的完美风暴。首先，它是钠含量炸弹。大多数冷冻披萨每份含有700到1200毫克的钠，而老实说，谁会只吃1份？许多长辈一餐就会吃掉半块披萨，这意味着您一餐摄取的钠含量就超过了肾脏一天能处理的负荷。60岁后，肾脏功能自然下降，过剩的钠会滞留在体内，导致高血压、水肿，特别是脚踝处，并对心脏造成额外负担。国民健康署也多次提醒，过量摄取钠与中风险直接相关。其次，它是导致血糖飙升的精致淀粉。披萨饼皮通常由极度精致的白面粉制成，消化速度甚至比砂糖还快，会让血糖在几分钟内迅速升高。对于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的长辈来说，这种血糖震荡会持续很久，导致餐后疲劳、脑雾以及损伤血管与神经的慢性发炎。此外，披萨上的培根、香肠或火腿等加工肉品充满了硝酸盐与亚硝酸盐，这些化学物质在体内形成的化合物与癌症及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。由于高龄者的代谢排毒能力较慢，这些毒素在血液中停留的时间更长，伤害也更大。最后，披萨含有极高的空热量，却缺乏蛋白质，这对于急需蛋白质来维持肌肉量的长辈来说是个大问题。真实案例，
住在台中的72岁林阿姨，过去因为图方便和省钱，每周有2-3碗都吃冷冻披萨。渐渐地，她发现脚踝开始水肿，血压不断升高，体力也大不如前。后来，我们建议她将披萨换成简单的冷冻鱼片与大量蔬菜。仅仅8周后，她的血压下降了20毫米汞柱，水肿也完全消失了。更健康的替代方案，如果您真的很爱披萨，可以尝试使用花椰菜米制成的饼皮或全谷物饼皮，并改用冷冻蔬菜取代加工肉品，撒上一点真正的莫扎瑞拉起司，这样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危险清单第3名，冷冻早餐糕点，早晨的糖分陷阱冷冻松饼，沾满糖浆的吐司，或是包满加工馅料的早餐卷饼，这些看起来像是忙碌早晨的救星，但在60岁后，他们却是开启一天的最糟方式。这些食物像糖分炸弹一样冲击身体，引发一连串的发炎反应，削弱您的代谢能力。大多数这类食品每份含有15到25克的糖，如果您一次吃2份，中午还没到，就已经超过了一天的糖分摄取极限。这会迫使胰脏分泌大量的胰岛素，长期下来会导致胰岛素阻抗。根据《营养与健康老化杂志》的一项研究，早餐摄取精制糖分的长辈，体内发炎指标在随后的6小时内会升高47%。想象一下，您的身体一整天都处于闷烧状态。此外，这类产品常含有棕榈油或氢化油脂，即使标示为零反式脂肪，也不可掉以轻心。这些发炎性油脂会硬化您的动脉，加重关节炎并升高胆固醇。最糟糕的是，高糖早餐会干扰饥饿素与瘦素，让您一整天都感到饥饿，导致腹部脂肪堆积，进而增加中风与糖尿病的风险。真实案例：家住桃园的68岁张伯伯，以前每天早晨都吃冷冻早餐糕点，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关节炎总是在发作，血糖也降不下来，且总觉得吃不饱。后来他改吃钢切燕麦加莓果，短短2个月，早晨的关节僵硬感明显改善，糖化血色素 IE 也下降了0.5%，整天都充满活力。更健康的替代方案，尝试冷冻的钢切燕麦，或是将冷冻蓝莓加入无糖希腊优格中。您也可以选择富含蛋白质与纤维的冷冻蔬菜烘蛋 Fritta， 这能提供稳定的能量，而不会造成血糖崩溃。危险清单第2名，冷冻油炸食品。冷冻库里的发炎炸弹鸡块、鱼条、洋葱圈、起司条或薯条，这些香脆可口的食物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简直是发炎反应的导火线。这些食物充满了坏油、化学防腐剂与高钠，您的身体早已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快速修复。当食物经过油炸、冷却再冷冻，会锁住危险的化合物。当您在家重新加热时，油脂会进一步分解，产生糖化种产物 ARGIS， 这会加速细胞层级的老化，让动脉硬化，伤害皮肤胶原蛋白并削弱关节。2021年的一项研究指出，每周摄取2次以上油炸食品的长辈，血管硬化风险增加36%，记忆力衰退风险增加28%。此外，这类食品外的果粉多为精致淀粉与添加物，消化后会导致血糖飙升，而一份冷冻鸡块的钠含量往往超过1200毫克，占了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半以上。这对血压与肾脏都是极大的威胁。真实案例：台南的李大姐今年72岁，非常喜欢吃冷冻鱼条，
觉得便宜又方便。但他发现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很昏沉，且脚踝严重水肿。抽血检查发现他的发炎指标过高。后来他改吃简单的烘烤鲑鱼片，水肿很快就消退了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更健康的替代方案，购买简单的冷冻鸡胸肉或鱼片，再加裹上杏仁粉或碎燕麦后放入烤箱烘烤，或者使用气炸锅来料理冷冻花椰菜或节瓜条，这样既能享受酥脆口感，又不会摄入过多坏油。危险清单第1名：冷冻甜点与冰淇淋，加速老化的甜蜜陷阱。深夜时分打开冷冻库来几球冰淇淋，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慰藉与快乐，但对于60岁后的长辈来说，这是最危险的食物之一。它虽然安抚了您的味蕾，却在体内悄悄加速老化，损伤大脑。一份高级冰淇淋可能含有20到30克的添加糖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不只是血糖波动，更会触发全身性的发炎，这是关节痛、疲劳与认知功能下降的隐形根源。2022年营养前沿的研究发现，每周吃3次以上含糖甜点的60岁以上成人，患失智症的风险高出41%。这些甜点还含有低品质的饱和脂肪、人工稳定剂与乳化剂，会破坏肠道菌群。年轻时身体还能排毒，但60岁后肝肾代谢减缓，这些化学物质会在体内停留更久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味觉会变迟钝，您需要更多的糖才能感到满足，这会形成恶性的糖分成瘾循环。真实案例：高雄75岁的张老先生习惯每晚吃几勺冰淇淋，但他发现自己开始忘东忘西，饭后精神极差，且被医师警告有前期糖尿病。改吃冷冻蓝莓加希腊优格后，他不仅减掉了5公斤，更直言感觉大脑的迷雾终于散开了。更健康的替代方案，选择富含抗氧化物与纤维的冷冻莓果，或者将冷冻香蕉加入少许杏仁奶搅拌成天然冰淇淋，既健康又抗发炎。超级食物清单将冷冻库变成您的私人药局。介绍完地雷，现在我们要翻转局面。您的冷冻库不该是健康的敌人，相反地，如果挑选正确，它能成为您60岁后维持强健、敏锐与独立的最强盟友。冷冻时才在巅峰时期采收并急速冷冻，能锁住抗氧化物与修复身体所需的营养。超级食物第4名，冷冻野生捕捞鱼类。如果您的冷冻库只能放一种食物，那绝对应该是野生捕捞的鱼类，如鲑鱼、蒸鱼或鳕鱼。它们是强大的抗老化、护脑与增肌圣品。野生鱼类富含 EPA 与达等 Omega-3 脂肪酸，能减少系统性发炎，缓解关节痛，并降低失智风险。研究显示，每周摄取2次脂肪鱼类的长辈，认知能力衰退的速度比一般人慢30%。此外，鱼类是优质且易消化的蛋白质，能帮助维持肌肉量。最棒的是，鱼类富含维生素 D， 这对台湾许多普遍缺乏维生素 D、面临骨质疏松风险的长辈来说至关重要。真实案例：住在宜兰的72岁陈太太，原本常感到疲劳且睡眠品质不佳。自从她开始每周食用2次冷冻鲑鱼片后，10周内活力明显提升，关节痛减轻，连医师都惊讶于她的三酸甘油酯指标改善了25%。超级食物第3名，冷冻莓果。蓝莓、草莓
黑莓等冷冻莓果市长被最棒的日常补品。冷冻过程不仅不会破坏营养，反而保留了97%以上的抗氧化成分。莓果中的花青素能穿透血脑屏障，保护神经细胞。哈佛大学一项长期研究指出，每周摄取2份以上蓝莓或草莓的长辈，大脑年龄平均年轻了2.5岁。此外，莓果对血糖非常友善，适合有糖尿病困扰的朋友。真实案例：台北的王先生发现自己记忆力大不如前，后来他在早餐中加入一杯冷冻野生蓝莓，3个月后，他感到思考变得更清晰，下午的精神也更好，甚至连血糖数值都改善了。更好，甚至连血糖数值都改善了。超级食物第2名，冷冻蔬菜。冷冻蔬菜并非新鲜蔬菜的次等选择，事实上，它们通常更营养。因为是采收后立即急速冷冻，锁住了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 与叶黄素，特别是十字花科蔬菜，如青花菜、白花叶菜，能支持排毒并减轻体内发炎。深绿色叶菜则提供大脑与营养修复所需的叶酸。对于消化系统较弱的长辈，冷冻蔬菜方便料理且易于咀嚼，其中的纤维能维持肠道健康，增强免疫力。您可以将它们加入汤品、炖菜或简单清蒸后拌入橄榄油。超级食物第1名，冷冻大骨高汤。高居清单首位的是冷冻大骨高汤。20岁后人体胶原蛋白每年流失，到了60岁更是断崖式下降，这也是为什么关节会痛、皮肤会皱的原因。大骨高汤富含胶原蛋白与甘氨酸等氨基酸，是重建关节与修复肠道的天然补药。甘氨酸能安定神经，改善睡眠品质，而高汤中的明胶能修复肠道黏膜，增强免疫力。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常备，温暖的高汤极易消化，且营养价值极高。真实案例：苗栗的林伯伯是一位退伍老兵，因常年膝盖疼痛，必须依赖拐杖。在女儿建议下，他每天晚上喝1杯牛骨高汤。10周后，他的膝盖疼痛感减少了近60%，行动变得灵活，连睡眠也变得更安稳。主治医师甚至因此建议延后原本计划的手术。您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健康。各位朋友，您的冷冻库可以成为加速老化的敌人，也可以成为延寿强身的盟友。披萨、甜点、油炸物或许方便，但它们正悄悄偷走您的精力与独立性。当您换成野生鱼片、莓果蔬菜与大骨高汤，您的关节会变灵活，头脑会变清晰。冷冻库将不再只是储藏空间，而是您的健康药局。现在请起身去检查一下您的冷冻库，丢掉一样有害的食品，并换上一样健康的食材。健康老去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每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祝大家都能维持强壮、敏锐，我们下次见。